國際上要緊來看比利時布魯塞爾市中心出名的地標奧斯威大樓，當日徵收所發生嚴重火災。雖然講這火真緊就拍花，不過這消防也是在電梯內底發現6個工人遺體。在咧燒烘烘的火災現場，消防人員用幾啊點鐘才將卡掉的電梯門撬開，也毋過不幸在咧電梯內底發現真濟工人的遺體。Unfortunately, we had already a small access to one of the two elevator cabins, and there we had a view that there are some corpses of 2-3 people who died. 比利時波羅塞尼市中心的地標厄斯大樓目前正在進行翻修的工程，暫時透早煞熊熊發生火災，大火對2樓開始炭燒，消防人員緊急疏散現場大約250個工人，過1點外鐘才將導火點的火勢拍花。也毋過這大火是已經炭到咧施工的電梯井內底，2台電梯佇咧導火電梯井內底摔落去卡掉咧，救援人員就尾甲其中1台電梯撬開，確認到內底有6個遺體。Ce qui s'est passé pour vérifier exactement qu'est-ce qui a pu déclencher cet incendie. 這場大火除了有6個工人不幸罹難以外，也閣有3個人着傷送病院。一個消防人員，像是因為高溫着煞咧接受治療。導火厄斯大樓正正是比利時郵政總部甲波羅塞尼市行政大樓，佇1971年起造，對2022年重新開發，計劃要甲改造公寓辦公室、4星級的飯店、餐廳、酒吧等等多功能的現代化地標，原底安裝佇今年底完工。比利時的國王菲利普甲首相德維弗10時下晡親身來到火災現場了解狀況，當地勞工檢察部門甲警方是已經正式啟動刑事調查，釐清施工安全敢有違規，也閣有相關的責任。關新聞，警員김Ben一。